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台南古都半程马拉松，伫咧6号的上午热烈开走，有真侪选手伫咧天也未光的时阵，就已经到现场来准备。搭档上受到期待，就是伫咧比赛路面有各项的美食，除了会当互选手来补充体力以外，佫会当行销台南的破球类。如果再回到台南举办这个参加这个马拉松已经颇负盛名的活动，那可是因为今年又碰到了俄乌战争那我们一方面体育马拉松是祈求和平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期待有一个和平，所以说我们特别在现场的布置，不管是灯光或者是花，甚至口罩都是有这样的意涵。一方面力挺乌克兰民众争取自由的用心，另外一方面也是彰显体育追求和平的用心。今年美食补给站设置伫咧赛道17.5公里处，现场规摆各项的美食，互走者会当伫经过的时阵，适当的来补充因的体力。透过镜头会当看到有真侪蓝色、佮有黄色的乌克兰国旗，店家希望会当透过行动来声援乌克兰，来替因祈福加油。我们每年呢，在古都马的时候，第17.5公里处我们都用很丰富的台南美食有咱台南的沙白鱼丸，有咱台南的虾饼。有好食的卤味，有水饺，有饼干，古早的迄个饼干。所以呢，伫每一年的时候，我拢非常重视这种国际性的活动。所以，阮今年想来乌克兰，因为阮家己感同身受啦包括市长还是讲咱的市民，大家拢真担心迄个乌克兰的战事伫这个活动的中间台南这个国际性活动的中间，我嘛希望讲，大家来为乌克兰祈祷来给因祈福，互因赶紧迄个战事会当平息。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